大家好，又係我 Carmen 啊，今日嚟介紹北美聖草。北美聖草嘅主要功效咧，佢係愛嚟釋放負面嘅情緒啦，又或者愛嚟淨化或者修復一啲創傷咗嘅心靈啦，甚至佢可以修復你嘅心輪嘅位置啦，而佢都可以修復人與人之間製造咗出嚟嘅負面關係情緒咁樣嘅。另外咧，據說喺古代嘅時候，印第安人係透過燃燒北美聖草咧嚟到淨化佢哋空間啊、屋企啊嘅病氣嘅。但係 Carmen 自己幾年前入貨咗之後咧，終於明白點解會有治療心理創傷或者平靜情緒呢啲功能啦。因為當燃燒起上嚟咧，除咗佢嘅能量之外，我哋個鼻哥咧都聞到一種氣味咧，嗰種氣味係會令人個頭腦思緒咧係會鎮定到落嚟嘅。我覺得特別適合喺冥想或者臨瞓覺之前啦。咁當然我哋瞓覺之前咧係要確保佢個火係完全熄晒先啦。咁如果你係冥想之前去燃燒嘅話咧，我覺得佢可以令我哋腦袋入面嗰100萬隻跑緊嘅大象咧可以瞬間消失嘅。因為我喺冥想之前咧，我就試下燃燒呢個北美聖草啦。我發現咧，佢可以極速將我哋雜亂嘅思緒啦，例如有啲學生會喺上堂嘅時候同阿 Carmen 講，哎呀唔得啊，我真係靜唔到落嚟啊！我仲諗緊聽日阿仔默書嗰件事點算啊？我仲諗緊一陣間落堂之後，我晚餐食啲乜嘢好啊？根本我個心就靜唔到落嚟。但係當我燃燒呢個北美聖草之後咧，會發現一啲學生啦，又或者咧，就算我自己咧，都會好快將一啲好雜亂啊或者煩擾啊一啲煩惱咧，全部清空晒。你個人就會好靜好靜咁樣靜咗落嚟。咁當然你可以之後落嚟嘅冥想啦，又或者你靜咗落嚟之後，你日常生活都可以更加開心啦，冇咁多煩惱啦，即係今晚你會瞓得好啲啊咁樣樣。咁之後我就將呢個用後感咧就講俾我一個朋友聽啦。點知咧我呢個朋友咧其實佢有學薩滿嘅，咁而呢個薩滿朋友咧亦都同我講，哎呀其實咧我哋咧薩滿呢一科咧係用北美聖草咧嚟到靜心啦、冥想啦，同埋喺冥想之前畫結界都係用佢噶。咁另外都介紹翻啦，北美聖草咧佢喺外表咧有一層黏液嘅，咁所以咧如果咧各位收到貨之後咧見到點解前面有一陣黏液咁樣嘅，咁其實咧就唔使驚嘅，呢層黏液咧其實已經乾咗啦，非常之乾爽嘅，咁係佢呢款植物嘅特質嚟嘅。如果大家對北美聖草有興趣嘅話，又或者想查詢其他鼠尾草嘅功能嘅話，亦都可以直接 PM Carmen 噶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咧。